测试车辆 check， 200公斤载重 check， 测试仪器 check， 驾驶员准备。雷达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技术性能对比，现在开始。仿照生活中息息相关的用车场景，200千克的半载工况，半封闭场地0至60千米半载加速制动实测。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首款车型雷达 RD6，与我们的粉丝一起见证生活中最真实的测试数据。诞生于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下的雷达 RD6，它搭载的是3合1的超能电机，最大扭矩达到了384牛米，相比坦克平台在动力性能上数据会更高。而在电机效率上，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的电机效率高达97.4%，超越了豪华品牌中型 SUV 奥特能平台锐哥的电机96%的效率。最终半载加速成绩为4.08秒，该成绩可媲美高功率城市 SUV。而其实原生纯电皮卡平台 MAP 更有着4秒级的0到100加速的隐藏实力，超越了传统燃油皮卡平台。雷达 RD6 配合博士达 BOSS 的智能制动器，它能够主动减压制动，它的响应时间在150毫秒，比传统的液压快了3倍。下一项平台对比。